我们的车继续向斑马线深处驶去，在斑马线的三果落遗址，专家带我们找到了有关古代岭部落的标记。这3座塔是为了纪念当时果洛3部族的标志性的一座塔，这也就是说果洛宗谱里面记载呀，当时从南方叫一个果洛的地方，主仆侍来后迁移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与这个原来的土著部落发生了冲突。这个果洛部族占了上风以后，慢慢，这个林原来的林字儿也就慢慢被遗忘了。由此看来，现在的果洛因为历史上的岭部落演变而来。果洛州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地处黄河源头，北有阿尼玛清雪山，总面积7.8万平方公里。在果洛这么大的这个地方，小小的地方，历史上他们自己记载有好多国王。正因为他是这个小小部落的首领，所以没有受到这个中央王朝的重视，或者是没有收录到中央王朝的这个正史当中。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正史中很少写到哥萨尔，但史诗《哥萨尔王传》却把哥萨尔塑造为战斗英雄，成为藏民们内心的一种精神信仰。史诗中的英雄哥萨尔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把目光投向其中最广为传颂的2段故事：赛马称王和霍岭大战。这里是果洛州甘德县，当地藏民正要举行一场赛马比赛。赛马是藏族一项传统赛事，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赛马最能体现藏族人的英勇矫健。当年哥萨尔正是通过赛马得到了藏民认同，成为部落首领。这些选手们尽管身着盛装，可丝毫不影响他们扬鞭策马。这次您跑第1是吧？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您每次都比别人领先是有什么法宝吗？就那么大等我考那里考那得讲，就他那么大讲有谁？那么大等我有这个车。那么大等我对吧？他每次都是跑第1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是不是马特别好，还是他的技术特别好？不要谦虚哈。这事的杨成这个那里马速特别快，你娘现在这是娘在带奖的人。他们2个相处很长时间了，他就叫那哥萨尔的枣红马。哥萨尔的坐骑叫枣红马，藏民崇敬哥萨尔，就把自己的马也起名为枣红马。因为在史诗《哥萨尔王传》赛马称王的故事里，没有枣红马，也许就没有哥萨尔传奇的一生。他就是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牧民家，他就是一个牧人的儿子，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他就说是从小这个，他幼小的时候呢，就是从5岁左右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叔父朝通被弃世以后的话，就是母子2个的话，就是说是相依为命，最后的话就是到这个黄河流域到马玉这个地方来了嘛。来了以后的话，他们母子2个相依为命，他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为改变命运，哥萨尔想参加赛马选王的比赛，可那时他只有12岁，要怎样赢得比赛呢？这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背藏戏表演，它以草原广阔的天地为舞台。而我们刚才看到的赛马，成了参与表演的特殊演员。戏里演的就是年少的哥萨尔赛马称王的故事。这样的表演在藏区传承了几百年，把哥萨尔的形象活灵活现地住进了藏民心底。史诗里说，哥萨尔是戴着一顶不合头的黄羊皮帽，身穿一件不合体的硬边破袄，脚蹬一双不合脚的生马皮靴的形象去参加赛马。他没有马鞍，
没有马没有马，一个随便的一个毡子，边上还镶给的这么一个用绳子绑起来的。那么它的马叉子也是用皮绳那个搭起来的，那么一个，没有真正的那个珍贵的马叉子都没有。起初，格萨尔有意显露自己的贫困无能，使对手轻敌。但赛马途中，他一改颓废，一路降妖魔，超对手，最终赢得比赛胜利，被封为格萨尔雄狮诺布战堆，人称格萨尔王。追随着赛马称王的故事，我们来到果洛州马沁县，当地人说这里是赛马称王的遗址。山就叫阿依地，格萨这个赛马的起点。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当时所有的马、所有的人就在以这个为起点，从这边往前跑？所有的观众就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牛头杯，我们到的就在那个地方看。是在前，是在哪个位置？哦，就在那个方向。那个方向。今天不是偏雨淋嘛？不见。看特别近的时候，在牛头杯，观众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里看。看赛马，因为赛马在这，从这里开始跑到那个格拉扎吧。这里叫阿育迪，是藏语音译，意思是4个小山包。因当地这4座小山包的地形和史诗中描述的赛马称王的环境基本一致，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有可能是史诗源头，格萨尔王传奇一生的起点。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藏民们对格萨尔在赛马中表现的英勇极为认同。史诗又细致地描写格萨尔通过示弱迷惑对手，表现出了他的机智。而穷小子最终一跃称王的故事类型，更能寄托普通百姓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赛马称王，使藏民从人性诉求和民族文化2个角度接受并开始崇敬格萨尔。在果洛州达日县，格萨尔王传中霍岭大战的故事被刻成纪念碑。故事说，格萨尔称王以后，娶美女朱母为妃。霍尔国国王爱慕朱母，趁格萨尔出征时抢走了她。霍岭大战爆发，而后格萨尔乔装潜入霍尔国。这里前面过去的这个场面呢，就是说是，这里呢就是这个简上的这个是一份信，格萨尔给霍尔国这边就说射过来的一个箭上，就是带着一份信。我们心目当中的话，格萨尔是很有法力的。那么这样以后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呢，天地震动的有这么个感觉以后的话，霍尔国的这些这个大将的话，全部有到处乱窜，包括这个他们的霍尔国的这个国王，也就是这么一个场面。格萨尔最终赢得胜利，决战时破空而来的一剑，仿佛穿越1000年，呼啸在我们的耳旁。事实中，霍岭大战是格萨尔从普通首领转变为英雄的重要战役。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智慧和情谊，令藏民代代传唱。然而，一些专家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霍岭大战这个集体的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嘛？这个北方的一些民族发生过战争，可能这个的一个集合体，我估计的话，它有它的原型。第一点就是说，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把这个介于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吐谷浑王国给一下子就给灭了。再另外一个就是说，皎思罗时期，他跟这个祁连山一带的这种回鹘这个民族，经常打仗。再另外一个就是说，蒙古统一中国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发生了很多战役。藏语里吐谷浑、回鹘和蒙古都有类似霍尔的发音。专家由此推测，霍岭大战也许是多次战争的集合体，而把霍岭大战归于格萨尔也有着特殊原因。这个是因为吐蕃王朝分裂了以后，人们处在这种动乱的、相互征战的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所以人们向往和平、向往幸福安宁的生活。吐蕃王朝是公元7至9世纪古代藏族建立的政权，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不仅统一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还占领了四川西部、云南西北等地。到了格萨尔生活的公元11世纪，
吐蕃王朝早已土崩瓦解，藏族多个政权并存，纷争不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想到，因为曾经的历史上，吐蕃王朝非常强大，当时的人民非常幸福，像松赞干布赤、松德增，他们把所有这些吐蕃历史上的强大国王的这种功绩全部附会到格萨尔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物本身是可能有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英雄吧，然后呢，他这个身上呢参加了很多的人，一般人的超越人的想象的很多的东西呢，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夸张的成分特别多，就这完全是就说按照人们的这对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有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天子来保护这个村落或者保护这个国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格萨尔被人们寄予了美好期望。他的英勇善战，在史诗的一场场战役里被不断放大，在史诗的流转传唱中，通过人民的智慧，格萨尔故事被加入了更多生动写实的细节，包括情感细节，使得格萨尔的人物形象愈发的丰满。同时，由于饱受战乱之苦，当时的人民渴望精神寄托，佛教在藏区得到巨大发展。佛教与格萨尔的结合，更使得格萨尔在群众中的影响，从令人敬仰的军事领导者，提升为精神层面的信仰。千百年过去，在藏民代代相传的歌声中，格萨尔成为藏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集中代表。